2026年4月15號，我利用一日嘅時間遊覽咗新加坡，親身感受呢一座聞名世界嘅花園城市嘅獨特魅力。我首先嚟到知名嘅魚尾獅像前打卡留念，眼前嘅濱海灣景色令人讚嘆。遠處嘅濱海灣金沙酒店就好似一艘巨輪，橫跨3座高樓，極具現代感。金沙酒店商場嘅寬敞明亮設計新穎時尚，雲集咗眾多嘅國際名店，處處展現出新加坡作為國際金融嘅購物中心繁華氣息。登上咗金沙空中花園之後，整個新加坡盡收眼底，高樓林立，城市規劃井然有序。遠眺新加坡海峽，只見無數貨輪密密麻麻地航行穿梭，展現出世界重要航運樞紐嘅繁忙景象。隨後我參觀咗樂意昂揚嘅濱海灣花園，感受人與自然嘅和諧共存嘅生態環境，又漫步於充滿華人文化特色嘅牛車水唐人街，體驗多元文化交融嘅魅力。新加坡俾我留下最深刻嘅印象係環境非常乾淨整潔，到處綠樹成蔭，鮮花盛開，無愧於花園城市嘅美譽。完善嘅基礎設施、高效嘅交通系統以及良好嘅社會秩序，都令人印象深刻。當然，新加坡都有一些不足之處，例如全年天氣濕熱，對遊客嚟講較為悶熱，物價同埋消費水平偏高，加上國土面積較小，旅遊景點相對集中。不過整體而言，新加坡依然係一座現代化程度極高、充滿活力且值得一遊嘅國際化都市。